来看南部，因为早起的风雨阁真大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伫早起6点才宣布停班停课。嘉义县市云林县的内乡哦，伫早起7点外才宣布讲要停班停课。有一寡学生哦，人拢到学校咯，只好阁通知家长来接，所以有真侪民众是真怨叹。廿8号下早7点外，学生陆续到学校要上课，快临时收到临时停课的消息，有学生已经到学校，只会当马上通知家长过来学校接因转去。校方嘛紧急应应，有教职员徛咧门口，伊通知打到的家长学生唔免上课。你爱搬啊，爱红名才会甘愿。你昨暝就宣布啊，无你嘛较早咧，规个学生拢来啊，才宣布讲爱停课。到学校才知道。到学校会不会觉得这样不方便？受到风台影响，28号一透早，南部县市陆续宣布停班停课。至于嘉义县市云林沿海内乡镇，到7点外才紧急宣布停班停课，造成真侪家长和学生到学校才知影，引发不少民怨。没有先第一时间让那个我们这边民众知道。第二，你也没有及时跟校园说。导致说我们要上班上课，也要上班的那个家长怎么办？学务处马上协调学生家长，要到学校来。要有依据哦，所有中央气象局，包括它的风力，还有说它的降雨量哈，来做决定。那造成乡亲的不便，请大家能够体谅。云林县只有沿海内乡镇宣布停班停课，对此云管府就表示，是依据中央气象局7点15分发布的陆上强风特报，可能云林沿海内乡镇的地区风势较强，就马上宣布停班停课。至于其他乡镇因为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，照常上班上课。记者向林伟霆云林嘉义报道。